过来看咱台湾的在地人在地情。本礼拜六礼拜就是高中会考，南投县县高中为了要替这高年级的考生加油，特别送肉包甲肉粽，祝福这考生会当保重考到这个理想的学校。农会这个梅仔望工场嘛有送这个梅仔猪脚来祝福，或者考生食伫嘴内，感动伫心内。 县级高中的校长准备肉粽、肉包送予高年级学生，希望这带有好几点的食物，会当学生考试一切顺心。我们在地文化的产品就是梅子，结合猪脚，就是诸事美好的一个谐音，跟学校原本的那个包子跟粽子结合在一起，让他们在这礼拜6日的会考能够大放异彩。 县级乡农会梅仔望工场马上代表诸事美好的梅仔猪脚来给斗祝福，予考生食伫嘴内嘛感动在心内。信义乡农会听到有这个活动呢，今年刚好配合我们的食农教育，我们有研发一款梅子猪脚，让你能够诸事美好。高年级考生有校长老师的祝福加油，相信参加考试一定真顺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